早早关注看今日5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304个确定病例，2个是境外，302个是本土病例，也有331个是校正回归补天的案例，阁有11个人死亡。咱国内疫情严重，疫情指挥中心嘛公布3级警戒的5大措施甲裁罚，包括出门无挂喙罨、娱乐场所违规营业直接罚。嘛规定结婚唔通请人客，出山唔好办公祭，而且伫宗教活动的部分要全面冻店，宗教场所袂使开放。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上升，拜三日啦，新增加302例本土病例，分别是158例男性、144例女性。其中一个以新北市152例上济，搁再来是台北市87例、桃园市21例、基隆市13例、台中市9例、新竹县4例、屏东县、云林县、台南市、宜兰县、高雄市甲彰化县各2例，花莲县、嘉义市、台东县甲连江县各1例。另外有校正回归331例，以双北市占323例是上最。现在高点还维持在5月17日，在5月17日，那5月19日，渐渐也比较高，那就值得我们再观察。另外也新增加11例死亡的个案是9男2女，年龄在50多岁到70多岁。死亡个案内底有7个人有慢性的病史，9个人有网咖，也是其他确诊个案活动的接触史。对5月11开始，这波疫情总计已经有34个人死亡。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英国变异株的传播力增强，慢性病加老人的死亡率也比较较高。主要还是传播增加，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族群里面，死亡率会比整体的族群来说，当然有可能会是比较高的。离上新教会41万剂 AZ 疫苗上紧拜5、28开始做，头一批配上15万剂。第一个还是要把这个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跟防疫的防疫的相关人员，都要让他能够在这一批里面能够打得到。那当然我们也会根据地区的不同、人口数的不同，然后做一定程度的配发。那明天我们就会配出15万剂。因为国内疫情依然是真严重，指挥中心也公布强化第3级疫情警戒5大做法甲裁罚，包含民众出外时应该全程挂喙罨，若无会开罚；违反娱乐场所违规营业也依法来裁罚。餐饮业一律早出去食，结婚无请人客，丧礼无公祭，宗教集会活动全面暂停办理，宗教场所暂时无开放民众进入，呼吁民众积极来配合各项的防疫做法，共同来守调社区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要控制疫情，定着要靠预防车。顶礼拜，上高咱台湾41万栋 A 级预防车，即马已经通过检验，昨暗的是透明送去各县市。因为即马南投县长林明珍要求中央开放，予地方政府有才调的就会当家己去买预防车。嘛讲因已经甲中国的代理商讲好势啊。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讲，预防车的政策也是中央做主。透明甲 AZ 预防车送到各县市，是由数26宣布，这批5月19自荷兰运来台湾的41万栋 AZ 预防车通过检验，其中已经重灾区双北市分着15万栋，会优先予第一线医护甲警消人员做。全台湾疫情严重，真侪县市首长担心预防车无够，无法度控制疫情。南投县长林明珍要求中央开放地方政府家己买国外预防车，也讲已经甲 BNT 预防车的中国代理商上海复兴联络到，有笔金也已经传好。如果地方政府有这个能力去接洽到买这个辉瑞 BNT 的疫苗希望能够开放给我们这个各县市自己来采购。那因为云林县目前大概我们还在研议当中了那第一个是经费的问题。南投县政府伫咧26早起9点半，用上紧的方式发公函询问指挥中心，希望会当得到授权。同时也有消息讲，南投县政府想要买的 BNT 预防车，可能是中国代工。中国也伫咧这个时阵出招。国台办证实，上海有民间机构愿意捐预防车予台湾，什么厂牌由台湾家己来决定。指挥中心讲，预防车由中央统筹分配。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中国也无合法药证，等摕到正式文件再讲。一种是他们没有在打的，我们有一点兴趣了。
好，那他们在打的，我们不敢用了。与德国的原厂也一度基金户是要完成签约，但是因为有中国的介入我们实验到现在都无法签约全台湾希望有风车会当甲疫情压来。总统蔡英文讲，包括向外买甲国产的有风车，已经买将近3000万只，会按价分配摕到，到8月底就会有总共1000万吨有风车。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病例直头增加，咱国内搁咧欠预防车。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表示，若准咱要等家己国产的预防车出来，真正是替国家的命运来搏。另外，针对 AIT 的处长李英杰，讲咱台湾的确诊人数也算少，才无分到美国的预防车，这是互郭文铁听落是真无欢喜。批评讲，咱内底也食军火嘛买要讨预防车，咱拢讨无。台北市的疫情严重，市长郭文哲宣布，自古快筛阳性率是7.4%，马街社区感染目前有小可较等候的现象。不过，包括北部、中南部，拢会出现小规模的群组感染。为了提升医疗的能量，台北市府把普通病房改造专责病房，总计拢总会有1023张病床。下个礼拜还会再增加个几百床了大概还可以增加300床左右。整个医院要临时动员要床扩充是一回事了里面的人是不是全部打过疫苗？是不是全部受过这种隔离的训练的？什么还是需要点时间。郭文哲讲，若要快速解除第3级的警戒，只有硬封城，或者是注疫苗这两个方法。台湾若干那等要注国产疫苗，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可能无法度等到8月份。所以来中央会发22000吨的疫苗予台北市。郭文哲表示，专责病院是第一优先，其他的亲像前线的警消、甲卫生环保人员、检疫所的工作人员等等，拢会列名册来做。因若外界关心台湾敢会摕到美国提供的疫苗，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讲，台湾确诊的人数相对是较低，这句话是引起郭文哲的不满。作为台北市长，很不愿意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大使在我们这个地方讲的话去批评了，来猪也吃了军火也买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才死11个人还不算多我倒觉得这样台湾的状况，台湾自己要去解决。大陆的疫苗也是 COVAX 所认证的了当然对很多人对它的有一些疑惑不过这个，除非我们有疫苗或者更好的疫苗，否则被认证的疫苗也不是说一定不能考虑。针对南投县按算采购30万吨的辉瑞疫苗，郭文哲嘛头一届表态讲，若是去用逼到无法度，只好是家己想办法。另外，台北市嘛宣布成立专责的计程车队，目前订到40个运将，负责载为专责病院出来轻症的患者，甲因送去集中检疫所。也有快筛阳性的人，专责计程车队会甲因送转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那本土病例数上侪所在就是新北市。新北市长侯友宜即马是阁宣布讲，伊要伫土城设防疫中心。侯友宜嘛拜托病院赶紧甲病房清出来，因为新北市即马加护病房伫要无敢若剩一顶眠床。我们的决战点在重症收治、疫苗施打、市民的低度活动。新北市今仔增加152例本土确诊，到前回归有102例，总确诊人数2278人，个案1万以棒球上济，中和第二。三重埔新增疫情也无断除。面对迟迟无法度降温的新冠疫情，市长侯友宜发出3项关键指标，当前收治关键组疫苗，甲市民配合监督活动。另外，伫土城加设热区防疫中心观察社区体检站的阳性率，2.9%比14 3.9%。小可下降，不过认为袂当放轻松。佮分析确诊者当中有超过8成超过40岁，40岁以上大概占了将近80%，60岁占了42.6%，所以长辈们，您的比例是所有确诊者最多的比例。新北确诊数逐天超过100例，互医疗量能相当紧张。侯友宜阁发挥，拜托各病院赶紧清空病房，互专职病房空出来收治重症者。卫生局也表示，ICU病房只剩1床。我们的专责病房是有200床，但是呢，我们比较重要的是这个负压隔离的这个 ICU 呢，目前剩下1床的空床，但这个是会随时的调度了哈。那现在目前是负压隔离病房也可以拿来收重症的话，那我们那边还有7床。
这波疫情也严重影响环境，新北市有6名警察确诊，也有1名体检阳性。侯友宜指出，目前有3000名警察会直接接触高风险个案，其中只有1076人注新冠疫苗。新教会 A 级疫苗，新北市按算应得到1.8万剂，大概分配到1.8万剂啊，1.8万剂，也非常谢谢中央统筹来做一个分配。那我们会优先给第一线的医务同仁来做施打。是不是争取地方家己买疫苗？侯友宜就表示，买疫苗只有1句话：紧搞好，而且中央地方全力配合。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病例日日增加，医疗量能强要紧绷。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工会，在基层的医护人员就伫网络表示讲，病院拢无病房啊，医疗体系强要崩盘，希望政府赶紧调度。台北市联合病院企业工会25暗时伫人面册铺文，以医疗强要崩盘，基层医护人员请社会斗相共为主题，讲台北市联合病院目前医疗的能量不足，所以伫人力甲设备拢无够的情形之下，封杀去第一线。有些明明可以躺2床的病人，可能就躺到6床，甚至就是躺在桌子上面。联医工会最近接到侪基层的员工申诉，讲目前联合病院的情形，急诊的人是吵，病房已经拢大满间，救护车也是一直甲病人送入来，甚至出现急诊发烧的太监长，2人的病房一困头前6个确诊的患者，也佫有陪病的家属，而且也佫有袂少的病人倒伫巷路的情形。强调台北市联合病院负压隔离病房，也佫有专责病房拢已经满啊。有一些稍微就是相对起来轻症一点，但是还是持续在不舒服的病人，他就只能在旁边喘。工会强调讲，政府虽然讲医疗的能量有够，不过实际情形却是完全颠倒病。唔但病房甲骹手无够，基层的医护人员讲出3大问题，包括因为确诊的人数伤济，侪医护人员伫防护无够的情形之下，接触到确诊的患者，也若可能接触者的速度嘛伤慢，历史者的医护人员要是继续咧上班，烦恼感染的风险会扩大，也佫有院内资讯无够透明，员工确诊，不过主管煞无甲共单位其他的员工讲，恐惊会造成院内群组感染，也佫有资源的人力，并无相关教育的训练，是有哪无共款。那我们要训练，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勉强。我们现在一直在扩第2批、第3批，甚至在扩第4批。另外，工会嘛建议讲，联合病院的各院区比较人爱院区，急诊甲快筛站爱做出空间、人力也佫有业务的区隔，来减轻急诊医护人员的压力。台北市府强调讲，指挥中心已经放令专责病房1人1间的规则，接落来会启动患者分流或者是转送外县市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北部疫情严重，医疗体系强要制作袂调。台北市已经宣布讲，轻症的病人会当改做2个人住共1间病房。若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嘛要启动北部的病例送南部治疗的政策，要要求湘北以外的县市拢爱准备好隔离病房。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讲，医疗体系无崩盘，各县市爱互相斗相共。非常的紧张。好，但是绝对没有崩溃了哈。指挥官陈时中承认，北部病院医疗量能是真紧张，不过绝对无放弃，强调已经启动北部病人送到南部去，疏解湘北市医疗量能不足的压力。整个的医疗这是同岛了哈，全部的台湾是看作一体的，那互相来支援，互相来因应，好，所以到中部哈，到南部哈，这都有可能的。依照指挥中心规定，北部病人南送的做法就是湘北市以外医学中心对1日起必须清出1成的急性病床数，加上20床的加护病床的病床数。光顾中区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台中市的病已经清出400床来支援。台中市政府强调，台中愿意斗相共，没有人是局外人。这些北病南送，那我们愿意帮忙。也会帮忙。有一些已经到这个中南部的疾检所的这些北部的民众，他们如果有出现需要住院的症状的时候，就会就近到中南部县市的这些专责医院去住哈，不需要再回到北部这边来住院。另外，确诊者收治的病房改做2个人1间了后，可望疏解湘北病床不足压力。不过，指挥中心也坦白讲，也加大医护人员照顾的负担。另外，有学者的烦恼讲，病房改做2人1室，病人的病毒浓度无同款，医护人员照顾风险也大增加。开放之前也做了一些相关的研议的风哈上的一个走向或排气哈都有做了一些建议，空气滤清的在HEPA级的可以提供这地方来做使用。
另外，考虑本土的病例，短短10天已经超过4000人确诊。为着提升病床的周转率，指挥中心也定出确诊者解除隔离的条件，即要离发病日、采检日达到10天以上，4天大屋也是顶有30，就使解除隔离。如果若是4天加有30，就必须住伫集中检疫所。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济云的天气，咱来看云图。今日伫马祖有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济云到好天。因为今仔日透偏西南风，再起中南部偏乌会落短暂阵雨。若过昼了后，西半部的山区宜兰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伫温度的方面，今仔日是即礼拜上热的一天。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33度，若西半部台东高温大约是35度至37度。气象局是有继续发布高温资讯。台北、南投、花莲、花东，还有南部，拢有机会会出现38度的高温。台东有机会会透小风。若明仔有方面会伫咱北部的海面，加上透西南风，中南部马祖偏乌会落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再来，做伙来看昨暗的天文奇景，超级火月，天狗食月，加上今年上大粒的满月，同齐出现。这是月全食加上昨昏是月球，是今年上靠近咱地球的一天。超级月娘加上天狗食月，全世界真侪所在拢看有到。天顶的月娘是大大粒，搁圆圆圆，也搁红红红。咱台湾顶一摆拄到这款情形，这是24年前啊。天文学家是表示讲，后摆要拄到，可能要等到2033年的10月份，大约是12年后。来关心水情，北部前几天有落大雨，新竹的宝山水库、宝二水库的集水区大约有加37万吨的水，不过逐天的出水量要17万吨，用2天就无啊，水情也是真食力，帮助有限。而且一场大雨对北投湾水库的水情小可有帮助。根据经济部水利署2月的统计，这2天全台湾水库有1611万吨水的入数。其中，新竹、宝二甲宝二水库累计降雨量9毫米，增加37万吨水，大概是新竹地区2天半用水。包括石门水库降雨量达到22毫米，入流量预估可以增加420万。新竹地区的宝山、宝二水库系统的部分，也预估可以增加37万吨这样的一个入流量。这个对桃园以及新竹地区的水情都有正面的帮助。虽然讲有落雨，不过新竹水情同款食力，目前已经按顺对6月份开始进行限水措施，民众甲饭店业者也拢做好停水的准备。用一些备存水桶，然后备水，然后避免停水的时候没有水可以使用。以6月1号起，如果实施公务停2的话，饭店将会采取定时监控用水量和提前储水备用，并且我们已经接洽了买水作为备源使用。水署统计，目前宝山水库的吞水率已经达到6.7%，宝二水库佫较低，敢若剩3.4%。希望未来28、29这几天的落雨，会使有较好的结果。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加上今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前几天方面到位，加上过昼了后，热对流较旺，有落西北雨，全台湾的水库拢有积水。不过经济部是认为讲，6月份开始有一寡所在限水措施，恐惊嘛是爱升级。因为北部的雨水有较高，即马新竹有机会唔要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不过大家溪、集水区拢无落雨，中部的水情也是真暗。中部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按算会继续实施。来看自由时报，世界卫生大会 WHO 目前正在举行，目前已经有22个国家表态支持咱台湾。咱的友邦史瓦蒂尼等14个国家有透过提案支持咱台湾参加 WHO。那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甲澳洲这5个国家是有发言支持咱台湾。纽西兰、捷克甲德国是呼吁 WHO 要有包容性，支持所有的成员加入。不过中国表示抗议，讲这言论是不负责任的，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来看联合报，疫情3级的警戒延长到6月14，学校停课嘛要停到6月14。期末考是要安怎考，这是引起公平性的问题。因为即马升学有的是拢看普通时仔囡仔伫学校的成绩，亲像是高中要
升大学的大学换试计划就有影响。啊，那有各中的家长嘛讲，无考试分数就无公平，恐惊嘛影响囡仔各中升高中优先的免试入学。来关心预防射，毋但咱台湾做预防射的速度较慢，亚洲大部分的国家甲欧美国家拢袂比的。有专家是认为讲，去年亚洲的疫情无遐尔食力，地区做预防射的速度嘛有拖沙，加上预防射拢是欧美的国家研发的，要买搁爱看欧美国家的目色。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5日世界卫生大会顶悬回应德国总理梅克尔前一天的呼吁，为弥补世卫组织第一摆应对新冠疫情的缺失，同时因应下一摆大流行病爆发，所以有建立流行病全球调查的必要。会伫今年11月29到12月7日召开会议讨论。You are the owners. With that said, we expect that it would address gaps that have been highligh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当前的全球防疫问题，主要也是疫苗分配无平均的问题。亚洲地区疫苗是欠甲真严重。英国《金融时报》上新的分析，因为国内无法度建设疫苗，所以亚洲国家爱等待欧美强会。伫已开发国家当中，日本、南韩甲澳洲拢伫疫苗研发竞赛当中输予欧美。甲英国每100人做的数量有90支，最近才通过莫德纳甲 AZ 疫苗紧急授权的日本，却只有6.3支。泰国、越南、菲律宾这大型开发中经济体做疫苗也真无理想。全球第2大疫区印度虽然有真大疫苗产能，不过每100人做的数量只有14支。就算家己用制作疫苗中国，因为将大部分的疫苗出口做外交，所以国内每100人也敢若用做36支。另外一方面，亚洲地区去年疫情相对较轻，摕到疫苗政治压力较小。另外，亚洲也欠缺亲像辉瑞这种用招募全球病人做临床试验的大型制药公司，这拢是亚洲国家欠缺疫苗原因。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辑。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5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3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6091例。中国嘅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伫日本超过7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嘅病例是超过3396万例，印度是超过27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600万例。欧洲嘅国家，英国超过448万例，法国超过568万例。法国嘛，因为有注意封射，所以法国即马已经全国戒毒封锁，学生囡仔嘛登去上课啊。法国的教育部是强调讲，互囡仔即马登去上课是为着囡仔教育甲未来。也个专家是烦恼讲，即马变种病毒高传，学校的采检量能又阁无够，有惊有规定烧坏的风险。因为法国的第3波新冠疫情转好，全国600万名的国高中学生登去校园，位伫巴黎西北郊区的一间中学。一透早就会当看到学生的身影，家长表示，伫厝关了4礼拜，囡仔登去学校继续上课，也互父母会当有家己的时间。Soulagement pour Vincent, mon fils, et soulagement pour les parents aussi, d'avoir un peu plus de liberté et de pouvoir reprendre un. 另外，老师的立场虽然也认为面对面授课比线顶教学较有效果，不过根据防疫规范，也是有一半学生需要伫厝远距上课。Certains collègues, beaucoup de collègues ne sont pas vaccinés encore, et donc on se dit, mais qu'est-ce qui est le plus important, la santé ou la scolarisation des jeunes? On veut tous bien faire. 法国政府强调，袂当因为疫情牺牲囡仔受教权。教育部长布朗凯更加几下摆强调。维护良好教育是法国骄傲，也是为了后一代未来。On sait bien qu'à chaque fois qu'on ferme les établissements scolaires, on met les plus fragiles et les plus en difficulté encore à distance et les écarts se creusent. 不过有7.2万成员的法国民间教育工作者联盟 （UNB） 就反对布朗凯的政策。法国教师工会也对马克宏甲布兰凯发表公开批，批评政府无尽到保护师生的责任，佮要求随停止开学。
Avec qui on a des relations, des gens, enfin leurs parents, nous-mêmes on se sent en danger. Qui voudra accepter de travailler en danger? Il n'est pas question d'accepter ça. 部分专家警告，在教师自疫苗率这么低的情况之下，学校显然是危险的军事场所。政府这种无受到大家的开学政策，只会将疫情再次杀向危险的地步。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印度即阵呢疫情是全世界上严重。印度伫顶礼拜有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造成155个人过身，嘛互防疫工作强要吊顶。无比严峻过，昨昏又阁有另外一个热带气旋到位，上百万人赶紧撤离。强风大雨伫印度东北部沿海广大景，一寡用土砖啊简单贴起来厝，大水一来就冲甲倒去。印度一礼拜内拄着2遍强烈热带气旋的侵袭，民众看到厝乌有气，伤心流目屎。热带气旋雅斯拜3以瞬间风速每点钟155公里的威力登陆印度东部的陆地。孟加拉湾的是孟加拉邦甲奥里萨邦地势较低所在发生海水倒灌，上整上班的土砖仔厝，也个警察局拢予水淹过去。加尔各答机场也被迫关闭，为了要避免灾情扩大，政府紧急撤离110万位居民。মাঝে মেডিকেলে আছি, পেপার টেপার পেতে আমরা শুয়ে আছি। হচ্ছে আমাদের অবস্থা এখন খুব খারাপ। হ্যাঁ, জল টল ঢুকে পুকুরের অবস্থা খুব খারাপ।印度目前为了要控制严重的疫情，正无行。无想讲，顶礼拜头套气旋侵袭西南部，造成155人死亡。也是各地伫咧后壁内乱，即嘛已经知影造成2个人死亡。所来洪灾也对印度政府的防疫工作造成正大的考验。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来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中东访问，又甲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高层见面。见面了后，已经对外宣布讲，美国政府会提供总金额超过1亿1200万美金来援助，协助解决加沙地区的人道危机，投入中建。以色列军方甲控制加沙地区的哈马斯组织，这个月中15天的武装冲突，除了造成双方260人以上死亡，2000多人受伤，也互受战火影响的所在路苍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当地访问，前后会见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等政府高层，也个巴勒斯坦自治主席阿巴斯，随后宣布拜登政府准备提出的援助。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ify Congress of our intention to provide $75 million in addition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for the Palestinians in 2021. We'll also provide $5.5 million in immediate disaster assistance for Gaza and a little over $32 million for UNRWA's emergency humanitarian appeal. 前布林肯讲，这钱无用伫哈马斯，这笔钱才有意义。不过美国福斯新闻网引用国务院官员的话表示，这3200万美金的用途，美国无法度保证真正用伫巴勒斯坦难民身上。美国共和党阵营一直有质疑，因为前总统奥巴马前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互伊朗手中有大笔资金援助哈马斯组织，互哈马斯用伫以色列对加沙封锁之下，依然有在地进口武器加制作材料，所以伫5月中的冲突期间，哈马斯攻击以色列武器比以前射程更较远，破坏力更较强。公司新闻施家人评论。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比利时传出有一个女性自娇生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预防下了后煞死亡，后面的药品管理局即马正在调查关联性甲原因。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今日是表示，伊已经要求美国的情报单位去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源头，而且要求伫90天后就要交出报告。来看中型的火船，3月份的时靠打伫苏伊士运河，害全世界的货运大受影响。埃及要求因爱赔9亿美金，大约是新台币256亿。事故的调查报告即马出来啊，责任全部拢是船长来担。镜头转过来关心今年4月初2发生台铁德鲁骨列车排马意外，造成49个人死亡，超过200多人轻重伤。台铁昨昏是公布内部处罚的名单，包括台铁的副局长在内，计共有11个人防处罚。
代替408处道路骨列车弄着工程车死伤惨重，虽讲是工程承包商问题较大，也毋过代替嘛有监督不周的问题。代替公布有12个人受处罚，相关的战绩是副局长朱来顺，记一记一摆，记过一改。若处罚上届当的是花莲的公务段段长记一记大过，而且公务处处长、花莲公务段的主任、承办人员嘛拢有记过。代替是表示讲会继续做好改革的措施，推动改革。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本地无同意伫金门、澎湖甲马祖设快筛站，路尾即马已经有路软，讲若是无强迫民众来体检是会使做的，而且即马金门、澎湖、马祖已经设快筛站，若伫马祖嘛已经出现头一个本土病例。这边有快筛哦，如果有需要快筛的可以往这一边哦。那边往前走，那边有同仁引导。金门县长杨定武亲身徛伫机场旅客出口，引导有意来接受快筛旅客来到检验区，民众嘛伫确认身份了后，坐伫快筛区头前，互检验人员来采集检体。往前。金门县、澎湖县连江县拢希望伫机场设快筛站，互坐轮机到遮乡亲也是旅客做病毒检验。原本反对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评估了让步，同意会当来提供自愿性的采检服务。近一晚2届发问中央，国科指挥官撤销命令的金门县长杨定武讲，虽然过程风风雨雨，不过是来达成防疫的目的。我们也肯定 CDC 听到了离岛的声音，那么特别是在离岛的医护量能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一旦案例发生，后端要处理的所需要耗费的这个医护能量，更是远胜于我们提早坐在第一线。另外，澎湖县政府嘛表示，即马澎湖已经准备6,000份的快筛试剂，会来找医师人员，并且透过澎湖县医师工会来找诊所医师来到支援快筛工作。即马上紧可能是拜四下晡会来启用，大概是4位的一个医师跟检验师后，那全天候在机场这边，就是说只要机场这边在营运的一个期间都会派驻2线的检测人员在这边来协助。另外，马祖的部分机场快筛站还未来成立，虽然传出第一例确诊的个案，不过这名病患大部分时间是住伫屏东，定时登去马祖。这个月13号到21号是伫马祖了后，先到台中，再登去屏东采检了后来确诊。到屏东之后有出现了这个嗅味觉的改变啊，所以他才去做这个采检啊，所以算是相当警觉。另外，出现第一例案例了后，将全国也无确诊病例，敢若剩金门县甲澎湖县3个县市嘛，希望透过机场的自愿快筛来降低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记者张志祥、张志佳、叶建雄台北金门报道。来关心目前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昏本土病例新增加301例，也佫有9种补转来331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加强4915例。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其中伫新北市上济有2303例，台北市有1916例，桃园有241例，彰化116例，嘉南有80例，台中有66例，宜兰有51例，高雄有29例，屏东市23例，新竹有15例，南投有14例，新竹县是11例，云林有9例，苗栗有7例，花莲有6例，台东有3例，嘉义有2例。嘉义县、甲连江县、马祖是1例，统计是今仔日早起疾管署上新的数字。镜头来嘉南来关心嘉南，昨昏有新增加13个本土病例，嘛有9种回归有2例。嘉南市长林佑昌是表示，新增加的病例内底有7个甲小姑娘小食店有牵连有关系，惊会变作第2个网咖。林佑昌嘛呼吁民众有去交管过的，要赶紧去做体检。我县小北的家人疫情是继续一直拖，位在好市路的小姑娘面店到25为止，总共有9例确诊的个案。伫小姑娘上班的女子案例3835在23确诊，后生是在22确诊。翁婿住伫台北，有当时转来家人甲查某囝采检拢是阴性。而这女子的男性的朋友案例4808甲伊的后生案例4811也在24确诊。而小食店的消费者案例5579甲经由台北通报确认的案例3910拢确诊。面店的负责人案例5772，甲伊的姊夫案例5206，甲伫啦案例5572也在25确诊。
即阵佫查出案例3835发病进程报告金水湾的面点工作，贵人市长林佑昌烦恼讲会演变成说网架地价馆互相感染的这种情形。如果你曾经到过这2个场所，在这一段期间消费，请你一定要到我们的财检所。那至于个资的部分，我们卫生单位一定会为大家来保密。经过看各处合作，贵人市府已经掌握小姑娘面单的名单，总计有16个人。即阵已经联络到其中13个人，李贵人搁在市场摆单的红阿埔案例3289甲案例3290确诊了后，即阵列出追踪38位摆单的负责人。李成功市场突然出8例确诊个案了后，延长停业的时间到6月初3暗时12点。李摆单的案例3519确诊了后，为何伊的孙仔只有2个月的查甫婴仔，也是全国上细汉的个案。这些传统市场，我们有确诊的这个足迹，我们是断然的处理，然后进行休业。我们就是最担心的是传统市场变成是一个破口。贵人2日新增加13层的本土的个案，校正回归2例，疫情继续一直拖。贵人市即阵有4间防疫旅馆，总共115房，大房率是40%。林佑昌表示，医疗量能有够，也会继续来扩充这个整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中昨昏是新增加11个本土病例，其中有5个是甲泰安国校附设幼稚园有关系。市府即摆已经去学校的设置会所，通知家长甲囡仔去做采检。另外，台中的大学生做伙去唱 KTV 唱歌的这条团报链，即摆是有3间学校的大学生确诊。原本2个已经撤离的前进指挥所，2日搁一届进驻台中西屯区泰安国小的校园，因为泰安附幼团报链，第2日搁有新增加确诊的个案，真侪接到通知的学生也搁有家长，是赶紧去学校，大家排队要做快速体检。泰安幼儿园相关的老师、学生，或者是这个家人呢，那都有5个确诊。台中市2日拢总新增加11个确诊的个案，有5个人甲泰安附幼团报链有关系，另外还有3个个案无编号，其中包括幼稚园的主任甲老师。因为这个确诊的老师，伊的囡仔读泰安国小嘛是确诊，所以才会紧急搁进驻前进指挥所，针对各学校这边来做采检。那昨天小学部有做快筛，可是为了更谨慎起见，所以我们今天重新扣小学部的学生跟他们的家长再升级做 PCR。这届调回泰安国小的学生甲家长差不多有200个人。卫生局经过疫调，发现幼稚园的主任5月初捌去过网架，推测可能就是泰安附幼团报链的源头。另外，朝阳科大卡拉 OK 唱歌团的团报链，今嘛阁新增加1个确诊者。我们今天是新增了中科大的一个学生，编号6100。那他们这个13号包厢里面总共6个人，那目前阳性有1个，然后4个人是阴性的，还有1个人还在追踪。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台中科技大学确诊的个案，迄暗甲另外5个人做伙唱歌，包厢伫朝阳科大卡拉 OK 唱歌团的隔壁。目前相关的团报链累计有18个人确诊。因那市府咧做美乐蒂 KTV 疫调的时阵嘛，发现讲有13个民众提供实名制资料无完整，甚至是假，会以传染病防治法1个人罚6000块，卖甲业者裁罚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部的县市。嘉义市、台南、甲高雄、也个屏东，嘛有增加本土病例。高雄、甲屏东的部分，拢是家庭的群聚感染。确诊者588例，经过所在拢消毒。高雄增加2例本土病例，是60多岁俩龄媳妇。5888甲伊的80多岁爸爸，属于高雄市另外一个家庭群聚。毋过无带做会感染源无清楚，俩龄婿发现伊3摆甲朋友拍牌，无排除感染源来自牌友。11号、16号跟19号，这个案5888，有曾经很密切的长时间跟固定的牌友在一起，在同一个密闭空间里面打牌。快筛的部分有2位是呈现阳性。甲5888接触的朋友2个采检是阳性，科内119人也包含医疗人员，因为5888为14出现症状去诊所、呼吸病院看医生10摆拢无被通报。市府除了呼吁医疗人员提高警觉，也扩大快筛范围，7天内互吸毒症状看诊2摆以上民众，应由医师判定了后快筛。
南部4县市10日出现7例确诊病例，是屏东籍，然后在屏东县内的一个足迹。另外1例呢是来自县外呢回到屏东的一个足迹呢。屏东2例是5886加5887，也属于家庭群组，主要是放假工作的确诊者。数字66例登去屏东，为何46岁查某囝，也有排打的孙仔，啊，毋过孙仔去过李港中山路夜市、甲九如乡九龙夜市，恐惊已经接触未少人。甲屏东有关系，也有台南确诊者5644例，伊是20多岁男性，伫台南工作，啊，毋过放假会转去屏东亲戚厝，因为接触屏东确诊亲友被围着。另外一个是平常时伫花莲工作，所以接触棒球亲友了后确诊。呼吁大家要注意，尽量不要往外县市走。那从外县市回来的，请他们留在家里自主健康管理。就跟疫情破开，市长黄伟凯劝市民爱做好健康管理，啊，毋过该市这个确诊个案却是互更大人传染。伊伫外地读册，更大人确诊了后，居家隔离的发病虽然无症状，也是住院，可能小家属居家隔离。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来关心，即马全国的警戒3级警戒延长到6月14。伫线顶教学校停课，嘛要搁加2礼拜，袂少老师甲学生，也搁家长无烦恼讲，安尼囡仔目睭毋是两面都受影响，就歹去啊。教育部即马是建议老师会当参考新加坡甲美国的方式，线顶甲非线顶爱男咧做，而且嘛建议下课的时间搁延长10分钟。学生直直上荧幕看老师提供的教材，就连体育课嘛，就爱看荧幕来上课。阮距离教学，学生平均一天爱看7点钟的荧幕。阵那学生囡仔用 iPad 或者是手机啊上课，对目睭的负担是搁较大。那来看的小朋友，咱量起来差不多有8成的小朋友，因的度数拢小可有增加，啊，这是较危险的一个现象。眼科医师表示，针对国外研究，隔离期间学生近视的状况，确实会比正常时期较悬。提醒囡仔爱加看3到6公尺远的所在，尽量用大荧幕来听课。也建议老师做电子教材，爱放大。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是建议线顶甲非线顶的课程会当多元来安排。包括这个音乐啦，也是讲美劳美术咯，老师解说了，然后剩的时间就互因实际去创作，这缩短这学生囡仔因看电脑的这时间啦。之前国外看到的建议，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尽量可以的话，采取混成教学，而且每一节跟每一节之间的休息时间，不要只有像学校。只有10分钟，建议可以加长，比如说20分钟，那课程不用这么紧凑。3级警戒延长，远距离教学爱继续到6月14，这也互原地拍算休热才来实体补课的台北市启明学校，决定对后礼拜1开始，也用视讯软体配合有听册功能的录音机这设备，互目睭较无利便的学生囡仔也练习伫咧线顶听课。记者安敏珍、林福凯台北报道。文化新简介，咱做伙来熟悉一个餐饮企业家林志斌的故事。伊伫91大地当了后，因为厝内的经济较困难，伊也未毕业就出社会趁钱。后来是家己创业，嘛做出家己的品牌。下午9点，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做伙来看伊的故事。22档前，91大地当被林志斌大汉的厝倒去。做迄地震，我想起来嘛是足恐怖的啦，厝的就变得收入足歹的。生活伫单亲散车家庭，互林志斌顾不将爱出社会去趁钱。我就去做迄后生，嘛是趁无啥物钱啊，就讲啊无来做路边啦，失败足济啊，每看路边人洗大咧，足济学问的，一斤10块，甲一斤30块差3倍嘛，要了解源头。食材了解，你才不会被骗。伊发现讲，爱互产品甲别人的无共款，有精彩、有差异化，搁爱有品牌，才有出路。伊嘛开始去接触手切茶，做饮料市场。我们到时候把枝都拿掉，对，就剩叶子嘛，对不对？对，好。靠家己的打拼，考掉 EMBA。头一摆创业的时，差一点仔找无骹手甲资金。
受教授的启发，才发现讲产业人才若准欠缺企业管理教育，敢若靠有经验嘛是无够的。所以改这经验来告诉这些学生，你要有一些的创意，而且你要结合一些时尚跟一些文创，靠法度把这个事了改做起来。伊人生的道理真简单，就是做万项代志拢爱用心，就算细项代志伫透做久嘛会出师，无意中花开，自然就会结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美国加州昨昏发生重大的枪击案，这是当地一个交通管理局维修的工人，伫伊上班的地点举枪扫射，嫌犯嘛家己自杀，连同伊在内计共有9个人死亡。即马伊犯案的动机也搁咧调查，这嘛是美国今年第232件大规模的枪击案。加州圣克拉拉国交通管理局一个轻轨设施发生死亡枪击案，员工拢已经撤离。媒体报道讲，嫌犯是圣克拉拉国交通管理局一位57岁男性技师。警方26早起6点半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枪击正一日发生。验过双方无互相开枪，嫌犯尾也自杀。That there are 8 victims that are pronounced deceased at this point, and there's 1 suspect as pronounced deceased. This is still ongoing, like I said. The numbers can change. We received information that there are explosive devices that are located inside the building. That being said, we activated our bomb squad. 拆弹小组目前正伫咧找炸弹，搜捕到有批到一副爆炸装置，炸弹机器人也搁伫咧找是毋是有其他威胁。伫枪击案发生之前，离交通管理局无偌远的一间名体导会，地方媒体报道讲，这间厝就是嫌犯引导。消防局讲，正伫咧针对几路行甲枪击案有关的犯罪现场进行调查。根据美国独立资料库证据部的档案馆的资料，讲这是今年到即马第232件重大枪击案。Unfortunately,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our community has been through something like this. 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that my team has done something like this. 警方正伫咧调查犯罪动机。有差不多2000位员工的圣克拉拉国交通管理局负责3条轻轨，超过65公里长的轨道运作，也有70条公车路线也是由因管理。发生枪击案，真侪员工拢讲心内会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若像一直是拢是美国在讨论的问题。美国德州议会通过法案，放宽枪击的管制，只要年岁满21岁，无执照嘛无要紧，伫公共场所嘛会使合法揸枪。支持者认为安尼是保护家己，不过反对者烦恼枪击暴力会愈来愈激烈。共和党掌控的德州议会8日通过新法案，进一步放零枪击的管制。伫州内面21岁以上的民众，只要无犯罪记录，唔免有执照就当揸枪出门。其实一个德州要有枪的规定本来就真宽松，只要拿正式的执照费，并且接受培训加线上安全课程，就当合法有枪。伫即马合法有枪的人超过160万，而且已经准无执照会当揸步枪。通过新法案的议员讲，因是捍卫民众的权利，支持者也讲，安尼当保护家己加家人。I think everyone, if you can legally possess the firearm, you should be able to carry said firearm. 严格绑定揸枪的限制，和执法单位甲反对团体担心，会增加枪击暴力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德州最近治安无好，2019年边境城市阿尔帕索发生卖场枪击案，造成23人死亡。2017年苏特兰全内教堂有人走入去开枪，26人死亡。这个重大枪击事件，大家拢也会记的。We are not against people having guns, but we want them to have them responsibly. Everybody does not need the right to carry a weapon because everybody is not psychologically fit to carry a weapon. 德州州长艾伯特已经讲会签署这项法案，伊强调这项立法未阻止私人场所禁止揸枪的规定。同时，民众伫咧买枪的时阵，也要通过联邦政府所做的背景的审查。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欧美国家小骹球就亲像咱的小野球同款，意大利国家身心障碍骹球的冠军比赛参赛者，因就是用行动打破外界对身心障碍者的印象，伫球场嘛踢出家己的梦想。意大利帕国家实验运动协会主办的第3届国家身障骹球冠军赛，今年有4队参加比赛，其中7人制骹球比赛。
虽然因为疫情的规定，未当互民众入去看比赛，不过是无影响选手因的心情。因有的是一出事就无卡，或者是无手；有的是发生意外，卡手固掉。每一队有12位球员，比赛时阵派7个人上场。La maglia della nazionale addirittura è qualcosa che diciamo ci ha fatto realizzare il nostro sogno. 22岁美索瑞是办这项联赛主要的推动者。自细汉就爱卡球，8年前伫咧网络顶看到其他国家的新疆卡球比赛，也互伊想要伫咧意大利办。伫厝内人甲意大利运动中心协助下，美索瑞获准参加2011年意大利运动中心的健全运动员比赛。了由社交媒体看线，伊找到一群新疆球员组成球队。2010年得到意大利跑步协会认可，将这正式的比赛项目之一。Ragazzi giocano insieme, che io li seguo. Sono molto orgoglioso perché poi insieme siamo riusciti a creare questa nazionale e quindi insomma stiamo molto contenti. Siamo una bella famiglia, diciamo. 比赛无年龄的限制，青少年甲成年人会当做阵踢球，并且显现出一个事实，就是身体障碍无法度阻止任何你想要做的代志。意大利国家新疆卡球冠军赛第一轮的比赛4月伫咧罗马的运动场举行，第2轮的比赛是定6月要扫到法诺举行。国家队也阁会参加9月伫咧波兰克拉科夫所举行的欧洲新疆卡球锦标赛，甲其他国家的球队做阵比赛。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大部分的所在拢是多云到好天，而且今仔日嘛是这礼拜上热的一天。气象局有针对一寡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包括台北、南投、花东，也有南部的县市，今日有机会会升到38度的高温。那明仔载有方面会挖进咱台湾，伫中南部、马祖也有平湖有可能会落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4度至33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众亲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